遍得超生。此念3遍神鬼怕，王阳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详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高丽民，姓名王佩仪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咒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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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天恩师德，感谢点传师，感谢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，谢谢大家，晚安。谢谢今天为我们导读。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谢谢前贤晚安，感恩组长晚安经理晚安，领任晚安感恩前贤们大家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我们晚安，组长晚安副领任还有王前贤晚安感恩父亲的慈悲，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副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